家吼拢知影，阮老爸吼足够主持的，啊，伊的数学嘛足好的哦。为着要研究这个数学吼，伊搁出国深造20年啦。啊，最近吼，阮哥哥吼用技术，互阮爸爸吼重现舞台。哦，啊，阮哥哥讲迄是 AI， 啊，我讲吼迄是会害啊，因为伫咧网络顶悬吼，引起着即个外派甲死派两派咧超卖病啦。有人吼讲一直要看《大尾罗摩》第3集。 啊，毋过即马吼拍电影，敢若无啥拄好，会欠钱呢。那无相信哦，你会当问碰哥。足侪人吼讲地沟亮吼还阁活咧，无毋对哦，阮老爸真正还阁活咧哦。伊最近吼咧准备天长的歌厅秀啦，啊主持人就是地沟亮甲贺一航，啊主秀吼就是即个高凌风啦，啊即马就欠特别来宾哦。 浩子哥，你有兴趣无？哎，先记咧，先记。我这第3句已经讲好啊。啊，你顺个。啊，你袂着我，啊袂着我。啊，袂着你吼，啊是好评，你感觉咧？较无用，较无用，较无用较无用。啊嘛，不要紧啦。除了这特别来宾哦，嘛有看观众的观众朋友有兴趣无？哎呦，那拢无兴趣啦，啊，不要紧吼，你若是有兴趣吼，阮老爸会直接甲你联络哦。啊，报名成功的话吼，佮送猪高粱红内裤一领。